歡迎翻開被塵封嘅香港千年舊史，呢度係古港遺民，我係古港先生。我哋頻道專門拆解1841年開埠前被教科書忽略絕大多數香港人未曾了解嘅本土真實故事。第一集我哋由3萬年前黃地同先民開始，梳理出香港從未斷層嘅遠古文明，徹底推翻古代香港係荒都嘅百年老輪。上一集、第二集我哋走進大唐盛世，還原咗震撼史實1300年前嘅屯門，係大唐國家級軍鎮，南海第一道海關，萬國商船雲集嘅國際港口。大唐數百年經營，將香港由鹹海墜落升級為朝廷重視、海防完備、商貿繁榮嘅南疆重鎮，亦為宋元時期香港嘅窮豐發展打下堅實基礎。今日第3集，我沿住歷史時間線順勢推進，承接大唐落幕5代動，當北宋穩定嘅歷史脈絡，帶大家走進香港古史最悲壯、最傳奇嘅篇章。南宋末年，義帝南渡香港。今集我揭講宋史、宋貴、三朝政要、新安縣志同本地古蹟地名，全程第一人稱粵語講古，徹底解答大家嘅疑惑。宋皇台係真史定係傳說？大宋流亡朝廷為何選擇香港駐戍？700幾年前嘅香港又憑咩成為大宋最後嘅海上臨時國都？好多人細個聽聞宋皇台故事，只當係民間杜撰嘅傳說。但我查盡古籍方志，可以肯定同大家講，呢段歷史100%真實。每一處古蹟、每一個地名、每一次住宿事蹟，都有史可查、有跡可尋。大唐滅亡後，中原陷入5代十國，各據亂世，戰火連連，政權更迭頻繁。但香港地處嶺南極南，遠離中原核心戰場，本土村落、路鹽產業、沿海貿易全程未停安穩，度過咗呢段百年亂世。等到北宋一統天下，朝廷重振，南海海上絲路，廣州重回萬國通商核心，身處珠江口門戶嘅香港，亦迎來咗長期和平發展嘅黃金期。經過北宋100幾十年積累，當時嘅香港早已擺脫原始荒，產業成熟，民生富庶。我翻查地方戶籍同產業記錄發現，宋代香港有2大支柱產業撐起本土經濟。第一係官營鹽場，出產嘅食鹽供應整個嶺南內陸，係朝廷重要稅收來源。第二係近海採珠業，香港海域出產嘅珍珠品質上乘，遠銷中原江南，價值不菲。與此同時，沿海村落密集，人口穩定，海路暢通，淡水糧食充足，係當年嶺南沿海極少數富庶安定、易守難攻嘅鹹海腹地，呢都成為日後南宋流亡朝廷南逃至此嘅核心基礎。時間來到南宋末年，天下局勢瞬間逆轉，蒙古大軍鐵蹄南下，戰無不勝。大宋北方國土接連陷，都城臨安失守，朝廷瓦解，皇室被俘，大宋面臨亡國危機，國破家亡之際，朝中忠義大臣不願國祚斷絕，擁立2位年幼王子登基，即宋端宗與宋昭帝，亦即大宋最後2位君主。當時內陸城池盡陷陸路鐵底，被元軍封鎖。為保住皇室血脈，延續大宋國運，數萬文武百官、皇親國戚、將士百姓護住2位幼帝，開啟海上南逃之路。佢哋由浙江、福建輪轉南下，一路躲避元軍追殺，浣沛流離，物資耗盡，身心俱疲。當華南沿海大半土地淪陷之後，呢班流亡軍臣最終揾到嘅最後一塊安全逃生地，就係今日嘅香港。好多通俗通史輕輕帶過，認為南宋朝廷只係路過香港。但我對照正史同地方史料真相完全不同。香港絕非臨時吹站，係南宋流亡行朝停留最久、休整最貼底、依賴最深嘅核心大本營。成個流亡朝廷喺香港駐紮、整軍理政、籌糧、安頓軍民，長達數年之久。呢幾年係大宋王朝最後嘅喘息機會，
亦係香港本土古代史最重量級嘅高光。時刻好多人好奇，當時沿海腹地眾多，點解大宋朝廷偏偏揀中香港？核心有3個無可替代嘅原因。第一，地形得天獨厚，易守難攻。古代香港島嶼林立，港灣隱蔽，海岸曲折，暗礁密布，山路奇莫，擅長平原騎兵作戰嘅蒙古大軍完全無法大規模登陸深入追剿，而熟悉海路、擅長水戰嘅南宋殘餘水師可憑借山海地形隱藏轉移，安全性拉滿。第二，物資充足可支撐大軍。經過唐北宋數百年開發，香港村落成熟，路鹽富足，淡水充沛，物資完備，唔係荒山野嶺，係當時少數可以供養數萬流亡軍民支撐長期轉休整嘅鹹海區域。第三，地理位置極其隱蔽，當時元官主力駐守江南、粵北清剿殘敵，香港地處珠江口外海，遠離核心戰場，戰火未及，係絕佳嘅休養生息、伺機反攻之地，三者結撞，令香港成為大宋王朝最後嘅救命沃土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徹底拆解大家最熟悉嘅宋皇台真相。大眾普遍以為宋皇台係後人附會、紀念性質嘅人造古蹟，毫無真實歷史支撐。但我可以明確告訴大家，宋皇台係100%真實嘅南宋臨時理政遺蹟。當年幼帝與文武百官抵港後，需要一處高地作為臨時朝堂，用於上朝議政、調度軍隊、頒布政令、佈置海防。於是群臣修整九龍城一處高地，築成平整高台，即後世嘅宋皇台。700年前嘅九龍呢座高台就係大宋流亡朝廷嘅海上皇宮，日日有百官列班、君臣議事、政令伴行、軍務調度。換句話講，當時嘅香港就係大宋王朝嘅實際政治中心、臨時國都。呢個事實直接粉碎咗古代香港地位低微、毫無歷史價值嘅淺薄認知。更難得嘅係，今日香港大量日常地名都係呢段歷史嘅活化石。鐵證如山，代代相傳。第一聖山即宋皇台所在山崗，因曾駐督大宋，聖帝得名，沿用至今。第二，黃圍黃村係當年環繞宋皇台專門安置隋朝百姓工匠難民嘅村落，因依附皇家駐地得名。第三，馬頭角係南宋皇家專用軍港，皇室船隻、寶夾戰船皆在此停泊，裝卸物資，上下官民，亦即馬頭角。第四，將軍澳源於南宋駐官，當年大宋主力將軍都殘餘水師長期駐防呢片海灣，布防撈敵，後人以此命名。九龍、聖山、黃圍、馬頭角、將軍澳呢啲香港人日日掛在嘴邊嘅地名，每一個都烙印住南宋王朝嘅擠桑足跡，絕非後世杜撰，係載入方志無法抹除嘅本土歷史印記。呢段歷史仲藏住一段極少人知，卻最能體現香港風骨嘅溫暖細節。當年流亡軍臣一路南逃軍疲，民困糧草斷絕，身心俱疲，處於絕境之中。但當佢哋踏足香港土地，本地鄉民得知係大宋皇室與忠義軍民避難而來，冇人排斥，無人冷漠，反而自發捐糧，出力出船，全力接濟流亡隊伍。鄉民幫助修補戰船，補充軍糧，指引海路，安置難民，照料幼帝。可以話係700幾年前嘅香港百姓為灌臨滅亡嘅大宋續上咗最後一口國祚氣脈。呢件事足以證明香港自古就有家國情懷、正義氣節，從來唔係只識茅生嘅荒島。呢片土地自古有溫度、有大義、有風骨，駐港休整數年。南宋流亡，朝廷逐漸恢復元氣，重整官隊，穩定秩序，凝聚民心，一度有反攻復國嘅希望。但大勢不可逆轉，隨住元軍徹底掌控嶺南地區，海上搜索日對嚴密，流亡朝廷嘅蹤跡徹底暴露，珠江口嘅安全屏障徹底消失。為避免全軍覆沒，保護幼帝安全，
朝廷無奈之下再度啟航，帶住2位少帝文武百官同殘餘水師向南退守廣東崖山。公元1279年，震驚後世嘅崖山海戰爆發。呢場戰役係宋元最後決戰，亦係中國歷史上最悲壯嘅海戰之一。南宋水師將士死戰不退，堅強抗敵，但終究寡不敵，眾全軍覆沒。眼見國破家亡，復國無望，大臣陸秀夫不願幼帝被俘受辱，戀為階下囚，毅然背負宋少帝跳海殉國。隨後數萬大宋軍民、文武百官相繼投海殉節，寧死不降。享過319年嘅大宋王朝就此徹底落幕崖山之後，天下歸元，好多人以為香港嘅南宋歷史就此終結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大宋雖然滅亡，但數年嘅皇室駐足、軍民聚居，深深改變咗香港嘅本土格局，為本地文明發展帶來咗深遠且持久嘅影響。當年部分隨朝南逃嘅中原文人、工匠、宗族百姓冇跟隨朝廷退守崖山，選擇留居香港落地生根。呢批人將中原先進嘅農耕技術、手工技藝、宗族禮教文化帶入本地，令香港由單純農鹽經濟全面融合中原漢地文明。村落區域擴大，社會各個趨於成熟，徹底提升咗本土文明層次。大唐時期嘅香港主打軍事海防與海外貿易，而南宋駐足歲月，為香港補足咗皇室人民、宗族文化、禮教傳承嘅根基，令呢片土地不再只有山海相依，更有深厚嘅人民底連。呢都係其他嶺南鹹海區域難以比擬嘅獨特歷史優勢。好多觀眾會疑惑，既然義帝逃港，香港做個大宋臨時國都係鐵一般嘅史實，點解我哋從細讀書，從未深入學習，大多數人全然不知？背後有3個核心原因。第一，元朝統治後刻意淡化呢段歷史，元軍作為勝利者，不願宣揚大宋曾經喺香港堅強抗元、延續國祚數年嘅事蹟。官方史料刻意簡寫略寫，模糊相關記載，令歷史逐漸被塵封。第二，正史向來從中原王朝更替內陸戰爭興邊疆地方史，香港作為南疆邊地，相關歷史永遠只會一筆帶過，缺乏詳細記錄與傳播。第三，近代城市化發展摧毀大量古蹟，當年宋皇台周邊嘅軍營村落、碼頭、住房設施，隨住填海成建全部消失，只餘下一塊石碑同地名留低，令後世慢慢誤以為呢段歷史只係民間傳說。但憑住古籍、方志、地名、印記、宗族、族譜同民間口述史，我哋可以100%還原真相。南宋末年嘅香港真真正正係大宋臨時國，都見證過一個王朝最後嘅尊嚴與悲壯。我哋今日熟知嘅香港百年都市溪皇，並非呢片土地嘅起點。早在700幾年前，香港就有王朝駐居、百官議政、萬民聚居、中外交融嘅溪皇過往。回顧我哋完整時間線，第一集解鎖3萬年遠古文明，第二集還原大唐國際重振盛世，今集揭滅南宋王朝臨時國都史實3集下來，我哋已經徹底全面從源頭打碎古代香港只係荒涼小戶村嘅世級故論。香港3萬年文明從未斷層，魏仲有建制，大唐有國門，南宋有王朝，每一個時代都有獨屬於自己嘅歷史高度，值得每一個香港人尊重與傳承。呢段悲壯又深爛嘅南宋歷史，亦為香港下一個時代拉開序幕。元朝一統天下後，嶺南結束長期戰亂，香港迎來長期穩定嘅發展環境，鹽場擴張，村落興盛，墟市繁榮，人口大幅增值，逐漸形成成熟嘅鄉鎮格局，開啟元明2代嘅本土平民盛世。嚟緊古港遺民 EP4，我會繼續沿住歷史時間線，帶大家走進元明時期嘅香港，拆解更多被遺忘嘅真相。
古代香港如何從戰亂邊地蛻變成嶺南繁華鄉墟？明代香港鹽業究竟有多興盛？仲有大家最感興趣嘅香港海就興衰，沿海海防體係本土宗族起源。我下一集一次性完整拆解。如果你今日第一次認識香港真實嘅南宋古史，終於擺脫咗小用村嘅刻板印象，覺得呢段被塵封嘅本土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見，麻煩點讚、留言、轉發支持。鍾意還原香港開埠前1000年真史，想追更完整歷史時間線嘅朋友，記得訂閱古講遺文，開啟通知，絕對唔好錯過下一更精彩嘅元明香港盛世。我係古講先生，專門拆解1841年開埠之前被忽略、被遺忘、被低估嘅香港1000年古史。我哋 EP4 繼續細說香港舊聞。